第二步咧就係要 set up 我哋嘅 emergency fund 6個月嘅備用現金啊，預備定俾老闆炒，再唔中意炒你老闆都得，連一啲預計唔到嘅意外我哋都準備埋。唔知你哋又知唔知道，其實備用現金係可以提升到我哋嘅揾錢能力 money making power 嘅呢？呢個呢係有行為科學家喺2013年嘅研究支持嘅喎，佢哋咧就叫做 Shafar and Moulton 啦。佢哋咧就話咧，時間同錢係一樣嘅喎。你應承要開嘅會越多咧，你時間越少，你咧越搞唔掂嘅嘢咧會越嚟越多。你想買嘅嘢越多嘅話咧，你每個月咧只會越嚟越冇錢，越嚟越窮喎。佢哋咧就問咗呢班受訪者啦，就話，比如你撞車啦，係一個3000蚊嘅問題，相對上都簡單，未必會阻住你個腦袋去思考一啲更加重要嘅問題嘅喎。如果係一個3萬蚊嘅問題呢，就開始你要諗啦。咁樣呢就會限制咗你思考其他更加重要嘅問題啦。咁你而家應該知道呢6個月嘅緊急備用現金嘅重要性啦。